呢張相就係我第一日入兒童之家着㗎，我差啲入唔到嚟㗎啦，因為咧媽媽想我哥哥入嚟，佢覺得女仔係唔需要讀書嘅，但係阿姨咧就唔相信重男輕女呢樣嘢，所以佢咧就特登係收留咗我。咁喺兒童之家咧長大咧係非常開心嘅，有好多人好似兄弟姊妹咁同你一齊成長啦，亦都有機會咧係認識到主耶穌。中學畢業之後，神好祝福我，俾我有機會過嚟美國讀書。畢業之後就返去兒童之家嚟到去做社工，一做咧就做咗6年，做得好開心。因為身為一個過來人咧，同啲細路仔咧係特別有默契嘅。咁我喺其中嗰段時間亦都過返嚟美國讀心理學，因為要為院裏邊嘅細路仔嚟到去提供心理輔導。亦都喺讀呢一個心理學嘅時候咧，認識咗我而家呢一個嘅丈夫，帶咗一個好唔捨得嘅心情，我就過到嚟美國結婚，跟住就生咗2個仔仔，佢哋而家都30幾歲㗎啦。咁喺美國呢段時間，我仍然繼續係做輔導，亦都喺教會咧係做好多嘅兒童事工，係從來都冇間斷。係，呢個就係我啦，我叫做楊愛雲。細路仔咧就叫我一係楊姐姐或者係楊咩咩嚇。阿姨因為愛細路仔同埋愛神，所以成立咗兒童之家。而我呢個爭啲冇書讀嘅女仔有機會讀書，而喺對兒童之家嗰個成全咧，我就覺得我喺兒童嘅福音工作同埋藉住輔導嚟去幫人。我好相信每一個有機會嚟到兒童之家嘅細路仔唔係偶然嘅，神喺你嘅身上亦都有計劃。你嘅成全又係咩呢？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